网络顶有网友来指控，讲有一个长期伫个台北荣总大院的90岁老先生性骚扰，互护理师感觉真无爽快。护理师向护理督导来反映，但是这个代志互压落来，因为安尼，台北荣总的院长陈为民发批予病院全体员工，讲院方真重视这件代志，目前已经启动专案厘清案情。另外，护理师工会嘛强烈来谴责。 护理人员伫护理站真无闲，无眠无日地照顾患者。验过台北荣总却发现讲有一个长期住伫病院的老先生，对病房女护理师性骚扰。有网友伫网络指控讲，有一个阿伯甲伊家属，拢会对这个护理师性骚扰，差不多每位护理师拢会懵过。想不到这个代志。 甲姓林的护理督导报告，对方甲讲，人年岁遐大，可能意识无清楚，爱体谅一下，互受害者无法度接受。这名遭台北荣总护理师指控性骚扰的患者，目前院方已经启动专案处理。 北营的院长陈为民写票专业员工，强调讲院方真重视这个代志。经过查证，这个患者是一个95岁的英民，已经通报辅导会甲轰炸病房护理同仁，会赶紧调查真相。我们要讲的是，医界对于这一块就是没有法治观念，他们往往把这些事情压下去。压下去的时候，护理人员就会觉得投诉无门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不去告诉这些病人跟家属。 会涉及违法的地方，本会严正谴责医疗职场性骚扰，对性骚扰者绝不宽待。对于受骚扰的护理师，除表达关切、深切的慰问外，也期望医院给予最大的协助与关怀辅导。病院逼医天使和患者性骚扰，护理师工会强烈的谴责，嘛希望讲院方爱较强硬的，唔能够出现后一个受害者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